党的前主席郭文泰，因为牵涉到金华城甲政治献金案2届重金交保了后，也是互裁定继续收押。伊提出着控告，嘛互驳回。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提出伊的看法。我们希望这个法院一定要秉持勿忘勿重绝对不能够罗织入罪，不能够入人于罪。我们希望最后展现台湾司法公平正义的一面，的确是需要继续的改革。我相信这是不分党派的，那么多的民众，那么多的朋友都站出来，国民党跟民众站在一起。民众党礼拜六举办着定高机的活动，号召着支持者就街头抗议。朱立伦嘛，伫第一时间表示支持。外界认为这是另类的拿白合。朱立伦是强调讲，国民党是甲民众徛做伙，要共同为台湾司法的公平正义来努力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